27岁日本新二代坂口信里沉迷牛郎店，败光母亲坂口良子留下的所有遗产，更欠了一屁股债务。为了还债，只好下海拍 AV、陪酒、卖淫。一名54岁的粉丝光顾坂口所在的色情店，称坂口让他超满足。原是艺人的坂口信里，去年2月被曝在大阪著名风化区飞田新地卖淫，5月又转战到神户，短2天内就收入100万日币，约新台币28.1万元。同年10月份又被曝加入东京的 Belly Tokyo， 曝光的价码为60分钟20万日元，约56000新台币；90分钟25万日元，约7万新台币；120分钟以上则要打电话询问。日媒 Tokyo Sports 报道，一名54岁的粉丝 A 男得知后立刻打电话预约，两人见面后先在床上聊天，坂口还向他抱怨老是遭媒体批评，想把工作辞掉重返演艺圈。闲聊一阵子后，坂口问 A 先生要不要来点特别服务，有兴趣的话要另外加25万日元的费用。A 先生指出，大概所有的客人都想要有个特别的回忆，所以就算手上没现金，也都去 ATM 领钱以后冲回来。A 先生表示，两人聊完之后便去洗澡，他大赞坂口的身材非常棒，肌肤状态也极佳，开心地说能看到在电视机出现的艺人在自己眼前洗澡，就已经很满足了。